荔枝角長沙灣廣場海港酒家飲茶。港鐵荔枝角站尾出口出。出站後向前搭電梯上2層。上2層後轉左向前直行，行2-3分鐘就到酒樓啦。星期1至5早茶8點至11點，下午茶2點至4點。星期1至5早茶同下午茶，茶錢都係10蚊，茶王廳14蚊。星期1至5早茶同下午茶，小點18個8，中點21個8，大點23個8，精點26個8，特點28個8。星期1至5早茶孖寶34個8，早茶早晨新孖寶34個8，鹹魚肉餅飯，肉餅淋滑，加咗馬蹄，幾好。鮮竹牛肉球，大粒夠熱，有馬蹄陳皮，唔錯。豉汁煎釀尖椒21個8，豉汁味比較淡，味道正常。甜醋豬腳薑26個8，有大小5件豬腳，夠腍，薑有幾小件，蛋浸得唔夠時間，整體 OK。下午茶湯粉麵38蚊起，粉麵飯68蚊起。星期1至5大中小點，以小點計18個8。下午茶試蒜煎釀雙寶，茄子、尖椒各2件，大點18個8。呢碟豉汁味就幾好，魚肉彈牙。鳳爪排骨飯，中點18個8，有2隻鳳爪同幾件排骨，味道可以。酸甜炸雲吞，大點18個8，炸雲吞都食到熱嘅餡料，好少有，好食。早茶埋單114蚊，下午茶埋單84蚊。